青色包装的乖乖，讲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会当护持着机械设备较袂故障。今年的电脑展第一届推出着联名的商品，就甲乖乖来合作推出着办公的随身包。 大人囡仔拢爱食乖乖，是科技界间内护身符码。结合晶片、电路板的设计，互你会当拍伫咧身上，骨气的珠画，毛设计吸体，或者是随身带影。真侪人相信，靠这神秘的历史力量，互你的设备拢会当乖乖。即马正做随身办公的细项片，陪你同齐乖乖上班，保平安。7月11号左右会出货。理工历史 Computex 头一摆推出联名商品，找科技界平安符码。这个物件是真手气，咱开幕展览就随便还。落尾到场的人是看有食无，干那见。代表台湾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产品，我想我会有意愿购买。我希望它能够定期有一些这样子的限量的产品出来，那我就会想要再去做购买。 希望我们的 Computex 也更有人性体验跟价值。联名商品呢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呈现方式。我们现场的商品全部都完售了，现在只能够线上预购。都和大总统马大仙伫咧开幕展览头一日派联名地影，佮朴文笑潘平安。现在你爱大到底，安尼敢唔较怕？互真侪人老话报告总统，人安尼派，确实有影古水佮烟头。 小地点心，芳上道细展览，细甲巴肚咕咕叫，麦当休食喘。Computex 联名商品，闹纪念品，5种标嘛，甲你顾较够。各点心来当现场食，当然麦当买动起。包装顶用今年电脑展览主题本子，佮有台湾宝对图。内底各点心嘛有展览的 logo。 各项拢牵连 Computex 设计。今年电脑展览头一日推出限量联名商品，后面众拢感觉真有台湾味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